道东中谷南端的富里乡以生产富丽米最有名，是花莲县有名的米厂哦。罗山村是在清朝末期的时节，最早是屏东平埔村人前来开垦的。到为日本时期，张大规模吸引西部的移民来到也开垦天地。因为罗山村有芦苇海关村，又因为水田中有大量繁殖田芦苇，故所就很多芦苇行，阿莫就来也行。村民以客家人占80%最多，再来是河洛人同平埔族占20%。本翠柳山林烦恼的罗山村，会派在200到1500公尺之间的山坡上，对单个看下落去，总可是绿色，是罗山村唔会变嘅美丽乡村印象哦。罗山村自然天生的景象同自然，加上水土保持好的土土同洋草，天天的休闲产业发展的基础，成为优质休闲的美丽农村。一旦腳踏車、吹陣風，羅山村沿途的自然景觀，為本簽時調變係工作上的反差，本日的心理有最大的享受哦。